療程真係好辛苦，之後唔知會係點呢？今日我哋不如傾下小智呢個病人啦。梁醫生，你覺得點啊？小智個病情其實都控制得幾好，我都覺得佢適合做自體血幹細胞移植。彭姑娘，不如你下次約佢覆診，同佢傾一傾啊。哦，好啊。彭姑娘早晨。早晨啊，志。你個情況咧而家控制得幾好，我哋嚟緊咧會安排幫你做自體幹細胞移植啊。咁我都想問下咧，其實自體幹細胞移植係咩嚟㗎？我哋自體造血幹細胞移植咧，會先將你嘅造血幹細胞收集，然之後喺我哋用化療殺死你嘅淋巴瘤，同時咧都會再回輸翻你嘅幹細胞，俾你恢復翻骨髓造血嘅功能。咁你唔使擔心嘅，我哋有成個團隊會支持你。好高興我哋九龍東聯網嘅自體血液幹細胞移植團隊得到大家嘅認同，獲得今年嘅傑出團隊獎。九龍東聯網嘅自體血液幹細胞移植服務喺2013年成立，團隊包括醫生、護士、專職醫療嘅同事。多謝大家互相嘅合作，喺過往10幾年為我哋嘅血液科嘅病人提供優質嘅服務。自成立以嚟，我哋團隊完成咗超過170個自體造血幹細胞移植。我哋使用創新無化療嘅收集血幹細胞方案，成功減少病人住院嘅時間。而喺新冠大流行期間，我哋亦都能夠成功維持住我哋嘅服務。多謝袁醫生嘅團隊，亦都多謝姑娘綠波嘅姑娘，亦都好多謝彭姑娘不停咁幫我哋 booking 啊，甚至係做埋導管啊。佢哋係喺真係可以喺我最辛苦嘅時間，佢哋亦都俾到好多嘅鼓勵。佢哋係完全係即係 over 咗100分啊！我提名九龍東自體幹細胞移植團隊，係因為想表揚佢哋多年嚟為我哋九龍東血癌病人提供出色嘅服務，為病人帶來新生與希望。喺多年嚟，佢哋克服咗好多服務上嘅挑戰，亦都有服務上嘅創新，為病人帶嚟更好嘅治療。在此，我衷心祝賀佢哋獲得今年嘅傑出團隊獎。有心機搞乜嘢機啊？有心機綜合團隊，用心友善，群策群力咁去照顧一班裝咗心機嘅病人，好似呢部除顫器同埋起搏器嘅病人。呢個團隊勁啊！跨部門、跨醫院合作無間，睇下佢哋點樣幫病人啦。等我哋去睇片。咦，病人有起搏器嘅喎，咁做手術要揾搞機專家啦。我哋唔係搞機。我哋係有心機，心機跟一世，我哋嘅照顧都要一生一世。有心機，病人唔使等。有心機，減少醫生診症次數。有心機，縮短門診輪候時間。裝咗機早期有好多跟進，例如教育輔導、微調裝置、跟進傷口同埋預防併發症嘅。有心機，提早病人出院。有心機，減少併發，縮短住院。有心機，社康護士護理提早出院嘅病人。有心機，用心跟進病人。有心機，聯繫社區病人健康教育。裝咗機做手術要特別校機，減少干擾㗎。有心機，簡化手術流程。有心機，提升病人手術安全。有心機，增加病人視力共振安全質素。有心機，群策群力，確保專業服務培訓嘅可持續性。裝咗心機嘅病人，10年內喺九龍東聯網增加咗1/3。有心機成功改善服務架構、培訓制度，甚至衝出聯網帶領改善醫管局嘅服務。呢個團隊實在實至名歸，恭喜晒！大鑊，企穩啊！嗰人嚟到邊度啊？
咦？此為何物？回大王，此物四四方方，又會發光，莫非係一個寶箱嚟？大王有眼有耳口鼻，又有骨架，莫非係民間為大王準備嘅秦俑？做工果然精細。喂，你哋兩個做乜嘢啊？奇奇怪怪，走，快啲走，快啲走。放肆！大王，我哋一定要再諗辦法潛入去，裡面嘅寶物一定可以幫助大王統一天下。當今世上竟有如此技術？大王李師，我揾得你哋好辛苦啊！原來你哋嚟咗九龍東三維打印中心呢度，呢啲 3D 模型做手術用㗎，即係將啲嘢擺落身體度。中心入邊有好多 3D 打印儀器，專門為咗唔同嘅部門整一啲手術嘅輔助工具啦、人體器官組件啦、骨骼模型啦，可以提高手術嘅精準度，縮短手術時間，咁病人自然更加快好返啦。真係大開眼界啊！一齊 jam 翻首歌就一清二楚啦。誰和誰 3D 片打印輸入號令，指令就能扭轉造型。誰無誰，烈日亦一樣人定。誰在篡改病情？做得到，亦以為健健康。那教不教都會依你意願來營造，立即數。